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31天，也是最后一天的共读。感谢大家在这段时间一起的参与，也相信在罗马书当中，让我们能够对信仰有更深、更明白，也有更正确的认识。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请谢志鹏小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同心开口祷告。亲爱的阿父神，在这清晨一天的开始，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经由陈牧师带领的圣经共读，让我们在2024年岁末年终的今天，对圣经能有更深层的学习，更能够亲近神。主啊，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生活的依靠。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内心渴望的灵得以成长，更新我们的心意，不畏惧外在环境的变化，喜乐的灵时时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谢谢。也再次提醒，就是我们从罗马书读完之后，我们会进入的1月份的利未记和2月的民数记。那么会用灵修笔记的方式，每天透过读圣经、挑经句、写感受，然后将今日世界的祷告、今日必的操练，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也有与神更亲近的关系。让我们的共读会继续在3月份的路加福音来接着开始啊。那罗马书最后一个主题我们已经看完罗马书的5个重要的主题：神在罪恶上的公义，在称义上的公义，在成圣上的公义，在拣选上的公义，在世界上的公义啊。特别昨天这个第14章到15章，基督徒跟软弱的弟兄姐妹是按着信心的程度来彼此帮助，不是按照他的外在，不是按照他的物质所以14章7、8节说，我们若活是为主活，若死是为主而死，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饮食，在乎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而这样的服事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件极好的事情，能够追求公义、追求和平，享受这份的喜乐是在地上的国、天上的国都是被称赞的。而15章13节，保罗的祝福，愿赐盼望的神使我们的信能够把各样的喜乐和平充满在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这是保罗的教导，好的最后结束在这里。那接下来的15章14节到今天读完的16章27节，是一段很长的结语里面提到关于他个人的事情，还有关于他在罗马教会当中的朋友，特别16章提到了26个他在罗马教会所熟悉的朋友，然后还有提到了跟他在一起的同工，还有这一封送信的人，总共提了35个名字那最后他用一个祷告颂赞诗跟祝祷来结束。罗马书的结语是所有保罗13封书信当中最长，可以看出保罗和罗马教会信徒之间的用心建立的情谊，也可以看出保罗在福音外展上面的热情。所以这么多的名字其实是要帮助我们知道说，保罗他不是得来不易那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我们都不一定可以一次叫出这么多人的名字，或是跟他们同工但是保罗却是如数家珍。好，那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的解释大概就是只能够快速的解释。
我们接着请志鹏兄来带我们读15章的14节到第21节。14节，弟兄姐妹们，我自己确实知道你们满有良善的品德，也具备着丰富的知识，能够彼此劝导。但是在这封信里，对于某些问题，我仍然大胆地提醒你们，我这样直言无讳，是因为上帝给我特权，使我成为基督耶稣的仆人，在外邦人当中工作。我像祭司一样宣讲上帝的福音，为要使外邦人成为圣灵所献上的祭物，是上帝所悦纳的。这样，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我可以因着侍奉上帝而觉得光荣。所以我所要大胆讲的只是这一句话：基督借着我的言语行为，又用神迹奇事和上帝之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上帝。因此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谷一带地方，我到处传扬关于基督的福音。我一向的抱负是在还没有听见基督的地方传福音，免得我的工作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圣经说过，不曾认识他的人要看见，没有听过他的人要领悟。以上。谢谢。好，那和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这一段是讲到保罗的直言无讳，他的大胆，好，就是要求请求。那但是和合本的这一段的一个标题是保罗的宣教使命了。好，那保罗他论到他个人的事情，就是他一个人好的信心，还有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他希望这些收信的人是上帝先把这样的恩典给了保罗，对于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他也盼望能够与罗马教会弟兄姐妹来分享。甚至在16节保罗也提到他称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所带着使命，甚至他自己成为一个福音的祭司。好，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福音工作好像比喻成一个祭司，然后将这些圣灵所洁净过后的外邦人来当作祭物来献给神。意思就是说他给神最好的报答就是能够把外邦人让他们能够完全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来使用。所以这是保罗成为一个福音的祭司好，那这当中也是借着圣灵工作，17到19节表明保罗再次表明他只传福音使外邦人顺服。这个当外邦人要怎么顺服，并不是靠着割礼，靠着律法，是靠着上帝的话，靠着神迹奇事，靠着上帝的灵的大能所以是与神同工。那甚至他从耶路撒冷出发，然后转到以利里谷，那这个是在马其顿的西北部，就是在亚得里海的一省。好，那他到了地方传福音，好，那并且他也把福音传开了，就是充满，已经让这个地方到处传的，就是他也完成，所以他能够到希腊亚得里亚海岸，好，那甚至把这福音传出去。好，那甚至保罗也提到，他是要以不知道基督的名的地方当作他传福音的目标。好，所以21节，未曾传给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过的事，他们要明白。好，这是引用自以赛亚书的52章第15节好，就是这个是保罗好，他引用以赛亚书，好，那他要把福音如何传到地极，因为耶稣在升天以前，就是要求这样的门徒好，要为福音为耶稣做见证，好，直到地极。好，那我们接着再请志鹏兄带我们来读15章的22节到29节。22节，可是我多次遇到阻挠，不能够到你们那里去。但现在，既然我已经完成了在这一带的工作，而且多年来一直想去访问你们，我希望现在就去。在我往西班牙去的途中，顺便去看你们，在你们那里欢聚一些时候，然后让你们为我送行。可是为了接济信徒的事，我现在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教会乐意捐助一笔钱，
来帮助耶路撒冷信徒中穷苦的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做的，事实上也是他们的义务。既然犹太的基督徒让外邦人分享属灵的恩赐，外邦人也应该在物质上帮助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件事，把他们所募捐的钱都交付清楚以后，我就要取到你们那里，到西班牙去。我知道我去探望你们的时候，也要把基督丰富的恩典带给你们。以上。好，谢谢。那保罗的他也希望来到罗马。好，那在这封信送达以前，好，保罗可能没有到过罗马的经历啊。虽然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好，那他但是他却在这个教会有很多的认识，好，认识很多的名字啊。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保罗其实他也提到他多次想要去到罗马，好，但是却被拦阻啊。好，而且第二个重点就是他在以利以古或是在希腊在哥林多这一带好传福音，好，已经在没可传的地方，好，就是他已经把福音传遍这一带，那他要继续的往地级去。那他的目标呢，就是在24节有提到盼望到西班牙。西班牙好，这个字在希腊的意思就是稀少，稀少的意思，应该就是指那个时候人数还很稀少，甚至呢也是那个时候的世界当中，好，他们认为世界的地级啊。好，那在那个时候西班牙地区的语言呢，以拉丁文为主，那还有加上西班牙当地的土著未开化好的这些地方方言。那保罗他要去到那个地方，好，应该是他的拉丁文还不够支持他去传福音或是当地的语言，所以保罗需要在罗马教会弟兄姐妹好的帮助，因为他们好能够更容易接触到西班牙那地方的人，所以需要他们为保罗送行。送行这个字呢，好，是一个叫宣教用词，叫护送随行啊。好，那就是对于保罗他要宣教的事工能够给予支持。好，所以这个西班牙的宣教计划是很有挑战的。但是保罗不能够马上去罗马的原因，25到27节，因为他人正在哥林多，但是他正准备要回去耶路撒冷。把使徒行传25到27章里面提到，保罗他知道耶路撒冷有这个地震，然后他募了一笔的捐款，然后他要亲自护送去啊。所以这里面在讲到这些捐款是为了要帮助服事，这也是一种团契，是一种交流，是一种分享。好，然后把他需要这些肉体上的需用，和本翻成养生之物呢，物质上的照顾他们的物质上和肉体上最直接的需求，好，然后能够去供给，就是去侍奉去服务。那保罗亲自送捐款，因为他一心想要传福音，但是他一心又想要照顾自己这个的同胞犹太人。西班牙是一个外邦人代表，往外传福音。那耶路撒冷是他的母会，是他的肢体骨肉之亲。好，那在罗马书他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交集。好，所以最后他是选择是要先回到耶路撒冷，那再盼望再去到罗马。好，所以这是他的 priority， 是他的优先顺序。那保罗护送捐款一部分也有代表在耶路撒冷。好，其实我们看使徒行传知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大本营，但是他们对保罗这种特别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那连对保罗这个到外邦传福音都不见得完全接纳。所以保罗也盼望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不过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是在明年共读的6月份会来读使徒行传。保罗在回到耶路撒冷当中，其实逼迫他最深的是犹太人，甚至他就如同耶稣一样，被抓起来被询问，被拷打，最后他才有机会逃脱，是用囚犯的身份离开耶路撒冷，不然他可能就是会死在耶路撒冷。好，那28到29节保罗就提到，当他把这个送捐款，因为他还不知道回去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所以他在这边已经在罗马书上交代，好，他盼望呢，在这个事情完成之后，就要路过罗马，然后往西班牙去。好，那并且呢，能够带着基督的丰盛的恩典去啊。好，那这恩典是带着基督的祝福或是神祝福的作为去。好，那都会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到底有没有去到西班牙传福音？好，因为根据使徒行传28章，啊，保罗到罗马之后，好，两种说法，一个是保罗到了罗马，好，甚至在那边被关之后，好，就被处死。好，然后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好，也是在那时期，好，保罗就已经写完。好，那但是呢，也有人认为他是在保罗到罗马之后，好，写了4封的监狱书信之后出来之后，他又继续了第5次，算是第5次的布道旅行了。好，那这第5次的布道旅行，好，那他才又写下了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最后的提摩太后书。好，那但是现在大部分学者呢，近代近100多年来，好，会支持第2种看法，好，因为得到的证据比较多。好，那使徒行传28章之后，好，发生的事情就是保罗在主后60年，好，被囚禁罗马，60到62年，保罗写下了监狱书信，就是腓立比、哥罗西、以弗所和腓利门。那在62年被释放，好，保罗向东旅行，好，探访哥罗西教会，好，这腓利门书1章22节提到。然后他留下提摩太在以弗所，处理这个许米乃等人散布异端的问题，在提摩太前书1章提到。接着他又造访了马其顿，提摩太前书1章3节，还有造访了腓立比，那在那时候写下了提摩太前书。那又造访了以弗所，提摩太前书的第3章，到了格里底，就是克里特，那并且留下提多在克里特岛。那他写下了提多书，并且要求提多到哥尼哥波利跟他会面，所以主后63年的冬天在那里过冬，主后的64年春天就往西班牙来前进。那这当中可能经过罗马，1年之后回到了小亚细亚探望米利都，这个路程非常的遥远，留下了特罗菲摩，提摩太后书4章20节。那他要重新再去造访特罗亚，留下他的外衣和羊皮书卷，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然后他又去到了哥林多，留下了以拉都。接着呢，在主后的66年左右再次被抓下狱，因为当时的尼禄皇帝已经是一个疯狂的地步，在狱中写了提摩太后书，这我们今年的6月已经读过了提摩太前后书。提摩太去罗马探监，给保罗带来他的皮卷和羊皮卷和外衣最后保罗就死在尼禄皇帝的手下。那这是关于保罗他去到西班牙的可能性。好，那在罗马书让我们有这样的证据，可以串联起来。好，那虽然圣经没有直接的这样子讲到保罗是否还有第5次的布道旅行，但是那这一段将近从他主后60年到主后67年、66年，这6、7年的时间呢，其实保罗可以做相当多的工作。好，那至于细节如何，因为圣经没有多说，我们就很难再去多加以做揣测。好，我们接着再请志鹏兄弟们读15章的30到33节。30节，弟兄姐妹们，凭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凭着圣灵所赐的信心，我请求你们，为着我的缘故，跟我一起去，恳切地祈求上帝，使我不至于受到在犹太那些不信的人的危害，又使我在耶路撒冷办理的救济工作得到信徒的满意。上帝若准许，我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去看你们，在你们当中休息一些时候。愿是平安的上帝与你们各位同在。阿们。以上。在15章的结束呢，保罗请罗马教会肢体为他祷告，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回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是一个大事情。那详细情形我们读使徒行传25到27章，大概就可以看见。好，那他知道他去面对是这些不顺从的犹太人，就是还不相信福音，心非常的刚硬。他盼望，他知道他这趟去非常的劳累，
而他希望他按照保罗的期待，他如果真的来到罗马，是能够在这边一同安息啊，同得安息就是一同休息，好，就是能够再出发，但是他休息不是在那边退休，而是能够往西班牙去。好，那保罗后来再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好，的确是受到很多的攻击，好，被攻打啊，被严刑拷问了。好，那保罗将捐款送到耶路撒冷3年，好，因为他在该撒利亚，好，在这个耶路撒冷，好，就花了很长时间，包括被关的时间，还有辩论的时间了。最后他是以一个他要上诉凯撒罗马皇帝，好，成为一个罗马的罪犯，好，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好，那才不会死在葬在耶路撒冷。好，所以这当中他也为他自己争取了将近有7、8年的时间，好，能够继续为主来做工。好，那保罗希望去到罗马不是休息，好，是能够一同重新再出发。好，所以刚才这一段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是第3次布道旅行，好，他来到了哥林多，那他写信给在罗马的兄姐，而他现在人呢不能往罗马，他只要往耶路撒冷送捐款，但他这当中他已经传遍了福音到以利里谷哦，好，那非常的接近罗马，而这个地区也是以拉丁文为主。保罗已经开始操练用拉丁文来传福音，但是他更希望能够去到西班牙，因为在那个地方使用的大量的使用拉丁文，他很需要罗马教会的帮助。好，而他的在使徒行传的第3次布道旅行的结束，保罗是从本来是要计划从陆路从海路经过这个非以弗所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他后来选择是用陆路亚该亚马其顿，并且最后他也到了坚革哩，等一下16章，所以坚革哩教会当中的女执事就是这个菲比呢就替保罗送了这封信来到了罗马。好，我们接着就来读这个第16章，那请志鹏兄带我们来读16章的1到16节。16章第1节，我向你们介绍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革哩教会的执事，请为主的缘故，依照信徒的本分，好好的接待她。无论她有什么需要，请你们帮助她。她曾热心帮助了许多人，我自己也得过她的帮助。请问候侍奉基督耶稣的同工百基拉和雅居拉，他们为了我冒生命的危险，不但我感谢他们，外邦的各教会也都感谢他们。也请问候在他们家里聚会的，在家里聚集的教会。请问候我亲爱的朋友以拜尼土，他是亚细亚省第一个归信基督的人，也向为你们辛劳工作的玛利亚致意。请问候曾经跟我一起坐牢的犹太同胞安多尼古和尤尼亚，他们在使徒中颇有名望，也是比我先归信基督的。请问候主内亲爱的朋友安伯利，也问候侍奉基督的同工尔布拉努和我亲爱的朋友士大古。请问候经历过考验，对基督始终忠心的亚比利，也问候亚利多布一家人。请问候犹太同胞希洛天，也问候拿其数一家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请问候主内的同工土菲拿和土夫萨，也问候为主勤劳工作的亲爱朋友比西。请问候鲁弗，他是主内一位杰出的工人，也问候他的母亲，他一向待我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请问候亚逊西土、弗勒甘、黑米、巴洛巴、黑马和其他跟他们在一起的弟兄姐妹们。请问候费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的姐妹阿林巴，以及跟他们在一起的信徒们。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互相问安。基督的各教会都向你们问安。以上。
好，这些名字翻成中文，好，我们读起来没有什么感觉。好，当我们翻成英文，哇，就会很熟悉，什么 Julie 啊，好 Phoebe 啊 Hermes， 好，这些等等，都是在西方世界当中很常用的名字。但是这些的名字呢，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很少出现了。好，那保罗他先举荐菲比啊，这是坚革哩的执事，替他应该是这一封罗马书的送信人。那保罗为这个女执事，好勇敢的女执事，好请求罗马兄姐能够按照圣徒的体统、圣徒的身份去接待他。好，那虽然圣经没有说菲比在罗马接受什么帮助，但是保罗说他帮助了很多人所以他怎么带人，保罗希望罗马教会怎么带他。接下来第3节到16节呢，是向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请安，这当中呢就提到了26个人的名字好，那百基拉和雅居拉这对夫妻呢，好，那通常都是把妻子百基拉放在丈夫的前面。那这圣经当中有多次出现，他们是犹太人，好，那他们是在罗马，本来住在罗马，后来被皇帝赶出来，他们才来到了哥林多，来到哥林多认识了保罗，后来就保罗把他们留在要带去以弗所，好，然后在那个地方呢，遇见了亚波罗，好，所以这对夫妻就帮助亚波罗借着圣灵来讲道，好，能够辩导犹太人这也是在使徒当中所提到的。好，那这里讲到这对夫妻呢，好，他们把他们的性命好生死置之度外好，所以真的很不简单。然后在第5节提到说，向他们家中的教会请安。好，那在16章讲到了3间教会，第一间教会呢是在百基拉和雅居拉家中的教会，第2间是在14节好提到的教会，还有15节提到的教会好，所以在16章里面就提到了3间的教会好，那以拜尼土的名字是值得称赞。这里讲到了玛利亚，玛利亚就是旧约的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好的希腊文就是玛利亚，好，也可能是一个拉丁名字。好，圣经当中有6个玛利亚，包括耶稣我们最熟悉的耶稣母亲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马可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在罗马教会的玛利亚。好，所以圣经当中可以至少分出6个不一样的玛利亚。好，那还有安多尼古呢，这个名字是一个胜利的意思Julia 就是年轻的。好，那这个 Julia 呢，好是男生女生，好有争议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女生。安多尼古和 Julia 是夫妇，好，那被认为是一个宣教的使徒，传福音，他们甚至还比保罗更早接受耶稣。好，那这个安伯利，好，意思是大的，好，也是一个奴隶的名字。那对不起，前面有提到，好像菲比这个名字，好是一个奴隶的名字，好，因为这个名字是来自于希腊的神话故事好，所以可以从这些判别的原则呢，好去看这个人他名字背后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关系好，那俄巴奴呢是城市的有教养的，也是个拉丁名字，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罗马教会当中有犹太人的名字，有希腊人的名字，还有讲拉丁文的拉丁名字好，所以这3个组成也是保罗去到罗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4大鼓是鼓税，那据传是耶稣70个门徒当中的一个，也是拜占庭的主教。亚比利呢是希腊名字，意思是被招的。亚利多布是意思是最好的辅助者。那虽然这个人不是他保罗问安的对象，是他亚利多布家中的基督徒的成员好，所以这个亚利多布的家中可能有个教会。那这个亚利多布呢，很可能是大希律的孙子，是亚基帕一世的兄弟，而他住在罗马，死在主后45到48年间过世好，那希罗天所以可能是像他过世后的他家中的家人已经信主人来向他请安。希罗天意思是英勇的，好，那这是一个拉丁名字，也跟希律家族的奴隶有关。拿其树意思是水仙花，好，是一个普遍的希腊名字。好，那最有名的拿其树呢是哥老丢皇帝所重用的人，好，那也在保罗写罗马书之前的一段时间自杀身亡。好，
那这里可能是问候他家里的基督徒的成员。土菲拿氏还有这个土富萨氏，土菲拿是豪华的，这是个女和本加上一个氏，好，现在已经没有再加上这个字了。好，那土富萨氏好，意思是享乐。好，土菲拿、土富萨好，两个人被认为是姐妹啊，可能是希腊人或是拉丁人。比席氏好，是一个波斯的妇女，可能是一个奴隶的名字。鲁弗意思是红色，好，是拉丁名字。马可福音15章21节好，有出现鲁弗这个字，好，可能是同一人。亚逊其土好，意思是无可匹敌，是个希腊名字。弗勒干是燃烧，希腊名字。黑米是众神的使者，是希腊名字，是常见奴隶的名字。还有巴罗巴好，意思是父亲的，是希腊名字。黑马是罗马神话当中的莫丘里好，是希腊名字好，也是耶稣的70个门徒后来成为了一个主教。那16章14节呢好，说和他们在一起的兄弟问安呢。好，那可以看出这些人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好，那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好，但有可能因为这些人，我们刚才看到很多都是奴隶的名字所以可能不是他们自己的家，是他们主人的家。好，所以不是说像百基拉、雅居拉他们家里的教会，只能说跟他们在一起的弟兄。好，但是这里可能是指的一群的基督徒，一群的基督徒就是一群的教会。好，那再来继续的是15节的菲罗罗古，好，是一个爱智者，也可能是希腊和拉丁的名字。好，尤利亚是柔软的头发，好，是拉丁名字。好，这就是 Julia。好，然后尼利亚和她的姐妹，好，那是一个海神的名字，好，也可能是一个奴隶。阿林巴，好 ，Olympus， 好，这是一个天堂，好，天堂的希腊名字。还有15节跟这一群人，好，又15、16两节，好，跟他们在一群的众圣徒，好，那这一群的量呢，好，可能要比前面的人数在更多的一群基督徒所组成的家庭教会。好，那有可能也因为里面都是奴隶，好，所以呢也没有说他们家中的教会。好，所以从16章到这里面就看到了有3群的团体。但保罗呢，好，能够点出他的名字，好，这个保罗，好，不论是已经见过面或是没有见过面，好，但是保罗，好，对这些人好的关系呢，好，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简单了。那他们是用亲嘴问安，好，保罗说你们要用圣洁的吻彼此问安。好，那这在当时是一种一种礼仪。好，但是呢，在13世纪之后呢，这种的礼仪呢逐渐消失。好，但是在东方教会还有保存。好，甚至在南美洲好的这些许多南美裔好的还会用这样的方式见面的时候好，但今天我们没有，所以并不是说按照圣经都要用亲嘴。好，不过是它的亲意思是圣洁的吻好，圣洁的吻就是要亲切。好，那还有人认为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住在以弗所，好，所以罗马书认为罗马书是写给在以弗所，或是这一卷罗马书是给以弗所跟给罗马，好，2卷书合起来。好，但是因为当时罗马是世界的首都，好，许多人到罗马，百基拉、雅居拉也回到了罗马，他们原来是被赶出来。所以这一封书呢，好，应该还是一个完整的罗马书，好，是写给罗马当地的教会。只是这个教会有犹太人教会，还有外邦的教会。外邦的教会又可以分成希腊人的教会和讲拉丁文的教会好，那最后一段再请志鹏兄带我们读17到24节。17节，弟兄姐妹们，我劝告你们，要防备那些制造分裂、动摇别人的信心、背弃你们所受的教导的人，要远离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是在侍奉我们的主基督，而是在满足自己的肚子。他们用花言巧语迷惑老实人的心。大家都晓得你们对福音的信从，因此我很为你们高兴。我要你们在好事上聪明，在坏事上无知。是平安的上帝就要摧毁撒旦，使他屈服在你们脚下。愿我们的主耶稣施恩典给你们。我的同工提摩太以及犹太同胞路求、耶孙、索基巴德都问候你们。我代写这封信的得提
也在主内问候你们。那接待我，就让教会在他家聚集的该由问候你们。本身司库以拉都和我们的弟兄瓜土也问候你们。以上。好，谢谢。那这里讲到保罗对罗马教会的提醒就是要避免那些使他们分跌倒或背道的人。那这些叫人背道跌倒的人并不是服侍主，而是服侍自己的肚腹就是服侍自己的欲望。那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保罗为罗马教会这群的信徒，甚至刚才被点名这些人真的是与有荣焉不仅在圣经上被记载甚至还被称赞。那但是保罗要这些的信徒继续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就是不跟恶混杂。而我们的基督快要把撒旦魔鬼的权势、罪、死、魔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得着最后的胜利好，接着是21到23节，这里又提到了8个名字。好，那这些都是保罗的同工。好，提摩太、路求，好，是拉丁名。好，那这里在使徒行传13章有出现过。耶孙，好，是神将要医治人，是希腊名。好，是使徒传17章的耶孙。那索西巴德，好，他的父亲的救主，好，是希腊名，是使徒行传20章4节的索巴特。得提或得丢，好，是老三，好，是个拉丁名。该犹，好，意思是主，是拉丁名，在哥林多前书1章，使徒行传18章。城内管库营的就是城市的财务官。好，以拉都是心爱的，是拉丁名。还有扩土，好，是第四老四，也是个拉丁名。好，所以跟保罗在一起哥林多当中，保罗也结交很多的朋友。好，所以保罗的团队服事是不用怀疑的。好，最后一段25到27节，再请志鹏兄带我们来读。25节，愿荣耀归于上帝，他能够照我所传的福音坚定你们的信心。这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启示了自古以来隐藏着的奥秘。这奥秘已经借着先知们的书显明出来，并且按照永生上帝的命令召使万国，好使万民幸福。愿荣耀借着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上帝，直到永远。阿们。以上。好，谢谢。好，那这是一个结尾的赞美诗。好，保罗他借着所传福音，整卷罗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兼顾人的信心使他们因信而顺服。好，那因为这里面呢有圣灵的启示，将奥秘，奥秘就是以前人所不知道，启示就是揭开幔子好，所以这个字在启示录当中就是一个揭开布幔。好，那我们好像在看一个戏一样，或是在希伯来书好这个揭开布幔一样。那这里要讲到奥秘启示这个上演了，好，就是好戏上场了。好，要有圣经旧约圣经好为凭证，并且要使万民因为相信而能够顺服，使能够荣神益人直到永远好，罗马书好到这一段好就完全的结束好，那我们看见在罗马书15、16章，保罗的心志就是他个人的心志，不要建在别人的根基上，所以他真的是有心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而不是在抢别人的羊，而不是在偷取再把别人的辛苦的根基好把它挖过来。好，他是要为了神而服侍。而16章的19到20节说，愿你们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徐拙。愿那赐和平，就是赐平安，就是公义和平行，那个赐下和平的神，快要把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所以撒旦就是要使他们分裂这是保罗心中所担忧教会的分裂而16章的26节，这奥秘启示出来，是按着永生神的命令，借着众先知的书来指示万民，使万民能够因信而顺服。所以罗马书本身也是保罗期待一个传福音的工具书我们今天教会如何能够借着读罗马书，还有弟兄姐妹如何消化罗马书，并且能够把罗马书的真理分享出去是非常重要。好，那牧师个人也是在读了罗马书之后，在整个讲道上面，就是共读罗马书之后，在讲道上面，在教会服事上面，还有在很多
敬拜上面他的态度呢得到很大的启发，好，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心意更新。好，那也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好，也能够得到罗马书有一个重生的感觉，一个重新再思考的感觉，甚至一个重新再出发的感觉。好，让我们愿意因信称义，愿意学习因信成圣，也在学习因信成圣的过程当中，愿意与主因信来受苦，也在因着与主受苦忍耐到底，就必得救，而能够预先得偿荣耀，也使神得荣耀。好，愿上帝好再次祝福我们。好，让我们在罗马书不是读完，也盼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读自己圣经当中的罗马书，好，能够一读再读，好，能够有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用31天的时间来浸泡在罗马书的每一字每一句当中，即便这当中还很多我们所不能了解明白，但是神你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有更多的恩典，能够来明白接受消化罗马书因信称义圣灵所给予我们的启示还有奥秘，也让我们把这份的奥秘能够明白，并且能够揭开，同时也能够带到身边，带到世上，带到我们的职场家庭当中，把上帝的福音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并且能够成为一生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神所喜悦的路上。也祝福我们每位同工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的参与还有学习吸收，都能够成为一生永恒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我们谢谢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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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牧师大家新年快乐，谢谢牧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平安，谢谢牧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的神，我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眼目时常看顾我，你以恩典